好啦，咁恭喜你咧，係嚟到 Train the Trader 21天訓練計劃嘅最後一日嘅訓練。嗱，我對你呢份嘅堅持啦，同埋對於喺股票市場上面成功呢份嘅渴求同埋執着咧，我首先喺呢度嘉許你。咁過去嘅20日裏邊，你已經學識咗成套嘅買入系統、賣出系統、持貨系統，以及咧係 MRA 系統。咁你距離專業投資者，甚至乎係成為超級投資客咧，其實只係爭最後一步嘅啫。嗰一步就係實踐，同埋將一切你所學過嘅嘢，去按計劃去執行出嚟，喺真實嘅股票市場嗰度應用出嚟。我係非常之期待咧，係見到你喺股票投資上面實實在在咁做到成績。因為當你係做到成績之後，你就會更加有能力去幫助呢個世界更加多嘅人。第一個所幫助到嘅人就係你自己，你會有更加多嘅資源同埋能力咧，去實現你嘅夢想，活出你嘅人生使命。第二個你幫助到嘅人就係你嘅家人，你最着緊嘅人，你最深愛嘅人。第三個你可以幫助到嘅人就係呢個世界上面有需要嘅人。如果喺將來假以時日，你係能夠運用到你喺投資上面獲得嘅成績嚟到幫助以上嗰三類人嘅話，其實你已經係貢獻緊呢個世界，同埋去行善積德。我係會為你而感到驕傲，因為你係將金錢嘅價值最大化咁樣發揮出嚟。好啦，咁為咗幫助你去將你過去20日所學到嘅嘢係能夠落實並且執行出嚟，咁以下我就會教你啲方法去確保你係做得到。嗱，咁你下一步呢，其實就只係按計劃去執行。喺你開始每一筆交易之前，將你嘅具體計劃用紙同埋筆寫落嚟，開一本交易日誌俾自己，去記錄你每一筆交易嗰個買入嘅原因、賣出嘅原因，你定嘅離場位喺邊一度，持貨過程當中你有咩嘅諗法，你嘅持貨策略係乜嘢，你會點樣去控制你嘅注碼，以及控制你嘅整體保險規模。而家呢一刻個市況，你係點樣嚟到去睇佢？你會採取咩嘢嘅打法？如果隻股票係向你預期方向發展，你又會做啲咩嘅行為？如果不如你預期發展，你又會採取咩嘅行為？喺邊度嚟到離場？嗱，咁所有嘅具體計劃咧，都將佢寫晒落嚟。點解要寫落嚟？就係可以將你嘅諗法、將你嘅思緒、將你嘅計劃，通過你寫嘅時候係得以沉澱，並且係實在咁樣落實出嚟，而唔係咧淨係得一個諗法，淨係得一個感覺。因為你嘅狀態、你嘅情緒啦，可能每一日都波動，每一日都唔同，又或者係你唔記得咗當初嘅買入原因，以及當初嘅計劃係啲乜嘢。咁而當你所有嘅計劃、所有嘅諗法都係有紙筆嘅記錄嘅時候，就算你唔記得咗，你都可以睇翻，並且你隨時係可以翻閱去提醒自己。因為喺你寫嘅時候，其實係你最冷靜嘅時候、最理性嘅時候。當你諗緊嘅時候，其實嗰啲概念啦、想法啦，都仲係浮動不定。咁我都唔建議你咧係用手機啊、iPad 啊或者電腦咁樣記錄，因為第一翻睇嘅時候有啲麻煩，第二咧就係電子嘅記錄方式，相比起你寫喺本簿嗰度，然之後親手嚟到翻閱去睇翻你所寫嘅嘢咧，嗰種嘅感覺感受係冇咁強烈嘅。你寫咗落嚟，然之後親手翻閱，其實某個程度上係用個身體幫助緊你去學習，幫助緊你去記憶，幫助緊你去執行你嘅計劃。第二，一旦你有一個預設計劃之後，你就要按照預設嘅計劃去執行。過程當中唔好搖擺不定、優柔寡斷，因為你定計劃嘅嗰刻，我之前都講過，係你最理性嘅時候、最冷靜嘅時候、思維最緊密嘅時候。第一個過程當中，你任何新嘅想法、新嘅 idea 啦，其實好多時候都會忽略咗好多嘅細節，以及係唔夠理性，好可能係受住你當刻你所聽到嘅嘢、你所睇到嘅嘢，然之後產生嗰種情緒，係俾嗰個情緒影響緊。第三，唔好俾門外漢嘅意見去左右你。門外漢包括你平時打開財經雜誌，或者打開電台、打開電視、打開手機所見到嘅財經報導啦，或者所謂嘅股評分析，佢哋嘅意見其實都係門外漢。嗰啲嘅文章、嗰啲嘅分析係邊個寫嘅呢？係一個記者寫。佢嘅投資成績係點樣？佢到底識唔識投資？又或者嗰啲你經常喺電視上面、喺各種媒體上面所見到評論家，佢哋嘅投資成績又係點樣？佢哋實戰經驗有幾多？佢哋所講出嚟嘅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二手資訊，而佢哋嘅分析亦都唔代表係市場真實嘅意見。如果佢哋投資真係咁了得，咁佢點解仲要翻工呢？另外一類嘅門外漢就係你身邊嘅親朋戚友，又或者你喺網絡媒體上面所見到嘅行過路過嘅一啲嘅留言，以上所講嘅呢啲人嘅意見，我係全部都唔會聽。你亦都需要係咁做，因為你而家已經係一個有系統、有方法、有策略嘅一個專業投資者，你已經係一個 pro 嚟㗎啦。你好清楚知道喺乜嘢情況之下應該點樣做，喺乜嘢情況之下唔好點樣做，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贏錢，點樣會令到自己輸錢，你其實已經好清楚。你應該要做嘅就係跟翻系統，按照計劃去執行出嚟就得㗎啦。唔好俾門外漢嘅意見去左右你任何嘅計劃。第四，每次完成一筆交易都要 MRA， 然之後定期嚟到 MRA 自己，睇住自己嘅表現嘅變化。至低限度，你係要每一個月都要 MRA， 而最理想嘅話就1-2個禮拜就要做一次。你嘅 MRA 可以係一個小型嘅 MRA 或者一個大型嘅 MRA， 咁呢個按你自己需要嚟到做。
喺呢個世界任何專業嘅範疇，去做到最頂尖嘅人或者公司，都一定會定期 measure、review、adjust。所以你如果要維持一個 pro 一個最頂尖嘅表現，都必須要經常 MRA。第五，當你喺市場上面學到新嘅功課嘅時候，將呢啲新嘅功課、新嘅教訓設計成自己新嘅交易規條，然之後不斷重溫，直至到牢記於心，成為你嘅條件反射，咁先代表你係真正學到嗰個功課。喺每次做買賣之前，無論任何市況都好，你都要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就係喺你下次當你要做買入決定之前，你去問自己：如果我一年之中只係做10單交易嘅話，呢個會唔會其中之一？點解問自己呢個問題？就係確保你當前嗰個買入決定係一個最理性、最優質、最好嘅買入決定，而唔係為買入而買入。就算你眼前有10個嘅買入機會，係唔代表你要10個機會都攞晒。你可以選擇喺10個嘅機會當中，只係揀1、2個或者2、3個係最好嘅機會嚟做，甚至乎我亦都唔介意你10個機會你全部都唔要。如果你係覺得嗰10個機會未係自己最好嘅機會嘅時候，10個機會都可以全部 pass 咗佢，去等下一個真真正正屬於你自己最好嘅機會，做一個最優質嘅買入決定。唔好忘記，如果你一年之中係做到10單成功嘅交易，每一單交易哪怕係為你只係帶嚟10% 都好，你已經係獲得159% 嘅回報㗎啦。即係話100蚊係變成259蚊。所以我哋所追求嘅係最大勝算、最優質嘅交易機會。第二個問題係，下次當你要做賣出決定之前，去問自己呢個會對我嘅交易數據有乜嘢嘅影響？呢一個問題可以幫到你，唔好過咗去賣出幫你賺緊錢嘅股票，亦都唔好遲遲都唔捨得賣出一啲獲利非常豐厚嘅股票。當你問咗自己呢條問題，你嘅賣出決定就會基於你而家嘅交易表現嚟到去做出，而唔係一種憑感覺式啦，或者受住一啲複雜嘅情緒、一啲貪婪啊、恐懼嘅情緒嚟到去干擾你嘅賣出決定。好啦，以下我會再話俾你聽8個成為超值投資客嘅關鍵。首先係做到超級回報嘅4個關鍵。第一，拿捏到最佳嘅進場時機、加注時機同埋賣出時機。最佳嘅買入時機在於有一個具建設性嘅 set up，係一個好緊密嘅形態、好清脆嘅形態，然之後出現樞紐點或者口袋樞紐點突破嗰一刻就係最好嘅買入時機。最好嘅加注時機就係在於股價重新再出現樞紐點嘅時候，再度突破嘅嗰一刻就係最好嘅加注時機。最好嘅賣出時機就係喺你嘅回報與風險比率做到2:1以上，並且繼續上升嘅勝算降低嘅時候，去趁強勢賣出鎖定獲利。咁所以你只要不斷咧係掌握到時機嘅話，你就好容易係做到好好嘅回報。第二就係好好控制你嘅倉位規模，唔好過分貪婪，唔好喺一啲利嘅時候，你好快咁建立一個太大嘅倉位，太快咁增加你嘅保險。同時你亦都需要喺最有利嘅情況之下，喺你嗰隻股票賺緊錢並且出現新嘅加注點嘅時候，你又要識得係及時去加注，以及當喺一個有利情況之下，盡量係集中你嘅倉位。最理想地，你整個嘅倉位裏邊係持有4至5隻核心嘅股票。咁只要嗰4至5隻核心嘅股票係能夠長期上升，或者短時間之內大升嘅話，就會為你嘅整體倉位帶嚟最大嘅盈利貢獻，而唔好過度將你嘅資金分散到落去太多嘅股票嗰度。第三就係維持有一定嘅周轉率，甚至乎係做到高周轉。你既係可以去通過持有一啲超級強勢股，然之後坐一個大浪，去賺取幾10%甚至接近100% 嘅回報，而同時咧，亦都係可以通過咧高周轉嘅做法，同樣都係可以達到極高嘅回報。例如，如果每一次只係獲利10%，而只要周轉7次嘅話咧，一樣都係100% 嘅回報。所以就算你係想採用趁弱勢賣出嘅操作方法，而我亦都建議你去撥備一定嘅資金係做趁強勢賣出，令到你嘅資金至少有一部分咧係維持一個高周轉。咁呢個混合嘅打法，既係能夠幫到你，一旦係把握到一啲市場大贏家，你哋有機會坐到個大升浪，而同一時間亦都可以享有用高周轉方法去做到複式效應嘅一定攻擊力。第四就係管理好你嘅盈虧比率，務必係要長期維持喺2:1嘅盈虧比率嗰度，而且特別去控制你嘅平均虧損率，因為你嘅平均獲利率你未必能夠控制，而不過你係可以控制你嘅平均虧損率。只要你係控制好你嘅平均虧損率，你就可以好好控制你嘅盈虧比率。只要你能夠可以控制好你嘅盈虧比率，長期做到至少2:1以上，咁你就好容易做出好好嘅回報。另外再你做到極低虧損嘅4個關鍵，第一就係你要趁強勢賣出。如果你整個倉位全部股票都係用趁弱勢賣出嘅話，一旦去到一啲調整市況咧，你嗰個交易帳戶嘅上落就會變得好大。如果你係想做到極低虧損嘅效果嘅話，你必須要喺部分倉位嗰度去做一個趁強勢賣出嘅操作方法。只有你賣出，你先至係真正賺錢。只有你係趁強勢賣出，你先至係可以不斷用利潤去融資你嘅持倉風險。但係呢一個咧，你就一定要克服你嘅心理關口，就係唔好驚買出咗之後隻股票會繼續升。
呢一個心理關口玩死過好多人，亦都係你要做到長期穩定賺錢嘅最大絆腳石。所以你必須要牢記嘅係，寧願賣得太早，都唔好賣得太遲。第二就係淨係做一個順勢交易，永遠唔做逆勢，即係話只有股票係喺 up trend 嘅時候，喺佢好強勢嘅時候，我哋先至會買入股票；只有隻股票喺 down trend 嘅時候，即係好弱勢嘅時候，我哋先至會沽空股票。但係兩者唔可以調翻轉頭嚟做。第三，贏谷輸縮，意思即係話你必須要係喺你順手嘅時候，你先至係擴大保險規模，或者一個市況係好健康、係好容易賺錢嘅時候，你先至要擴大你嘅保險規模。喺嗰個時候先應該進取。但係一旦喺你交易不順手嘅時候，你要即刻係變得保守。又或者喺個市況係一個好困難賺錢嘅時候，你亦都係需要係變得保守。輸嘅時候係要即刻縮，而贏嘅時候先就係可以漸進式咁樣增大保險。呢個就為之咧漸進保險，贏谷輸縮。第四，當你嘅股票嘅獲利已經係1倍你嘅虧損風險幅度，或者你嘅獲利已經係達到你嘅平均獲利1倍以上，你就要盡快收窄你嘅初次止損點，甚至乎係盡快將佢上移到去你嘅平均買入點，嚟到去保障自己嗰筆交易所承受嘅風險越嚟越細，甚至乎唔需要承受風險。贏到係 bonus， 輸咗都冇損傷。咁呢個就係最好嘅打法。當你贏嘅時候，你贏好大；輸嘅時候，輸好少，甚至乎係唔需要輸。咁呢個遊戲呢，基本上你就贏硬咁滯。以下我會再總結你所學過嘅5大應急方案。第一，任何嘅買入動作必須要係有初始停損，你喺買入之前就已經要設置停損點，去保障自己呢筆交易最大嘅虧損限度。第二就係當隻股票一路發展緊嘅時候，去到一個唔錯嘅獲利嘅時候，你需要有一個方案，就係喺邊度趁強勢賣出，賣出完之後，成個嘅操作方法點樣做，個策略係點樣調整。第三就係如果有啲嘅股票係你已經有足夠嘅利潤空間，係可以俾你放風箏，同埋將佢轉為趁弱勢賣出操作方法嘅話，你要知道嘅就係你嘅離場點喺邊度。萬一見到啲咩嘅賣出警號，你要提前賣出，千祈就唔好就咁等隻股票喺度唔理佢。第四就係你賣出咗股票之後，或者減持咗倉位之後，你需要有一個重新買回計劃，去確保你唔會錯失呢隻股票下一個機會。除非佢嘅技術形態已經轉變晒，唔適合你再重新買翻，否則的話咧，你賣出咗一隻股票之後，你係可以繼續觀察，並且係睇下有冇重新買回嘅計劃。第五就係災難計劃。當你一旦不幸地，你嘅整體倉位虧損達到8% 或以上，你係需要俾自己停賽離場一段時間。又或者有一啲股票遭受到突如其來嘅壞消息而單日大跌，咁呢個時候你係要即時止損賣出。所以對於唔同嘅有可能會發生嘅災難，你都需要事先有心理準備。經常性心理預演，一旦發生咗呢啲災難嘅時候，你係會點樣反應？會即時做出啲咩相應嘅措施？所以以上5個應急方案，你係需要 think ahead, plan ahead， 事先嚟到規劃。一旦有呢啲情況發生，你先至係可以即時反應過嚟。咁我哋呢個門派其中一個 Grandmaster William O'Neill 咧就講過，喺市場上面只得2種人，一種係轉身快嘅人，另外一種難聽啲講就係死人。點樣可以做到轉身快？就係要知道喺乜嘢時候應該要即時做出乜嘢嘅反應，並且就係未雨綢繆，預先設想定，一旦如果有啲咩事發生，或者有咩轉變，係需要即時點樣嚟到做，咁你永遠就可以轉身快。如果做唔到嘅話，後知後覺，甚至乎不知不覺嘅話，咁嗰啲投資者咧就會遭受到市場嘅重擊，最嚴重嘅更加係永久停賽，輸晒所有錢。好啦，咁 TTD 21日嘅訓練課程就到呢一度結束，恭喜你畢業，我對你好有信心。只要你係跟足晒個系統，並且係不斷實踐，以及抱住一個不斷學習、不斷提升嘅精神，我相信你喺不久嘅將來都會成為專業嘅投資者，做到長期穩定超級獲利。當然啦，呢21日嘅課程，你之後仲可以繼續不斷重溫。如果你之後喺交易股票上面，當你喺某一個環節嗰度犯咗錯，我亦都非常建議你係再翻返去嗰個課題嗰度重新去學習，以及係當你喺市場上面應用咗一段時間嘅時候，最好都間唔再去重讀呢21日嘅訓練課程，因為而家你第一次吸收，可能有機會只係吸收咗6成至7成。當你喺市場上面應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再去重讀嘅話，你又可能可以再掌握多2成。你一定會發現一啲原來之前你第一次學習嘅時候所忽略咗啲嘅細節或者重點，甚至乎去到你第3次重讀嘅時候，你可能仲可以再吸收多1至2成。呢一個課程係開放俾你之後可以不斷重溫，所以你要記得今日並唔係終點，今日只係你踏上正確嘅投資之路嘅起點。喺往後嘅實踐之路，我相信你仲可以學到好多嘅嘢。咁如果你想喺之後實踐應用嘅路上可以係加快做到成績，並且係得到我嘅持續指導嘅話，接下落嚟我都有一個邀請俾你。呢一個邀請就係我有一個只限 TTT 畢業生加入嘅會員計劃 Master Your Trade Membership Program。咁呢個會員計劃呢，我平時係冇公開咁開放，並且係只限 TTT 嘅畢業生去加入。咁如果你都有興趣了解多啲嘅話，咁跟住落嚟我就介紹一下呢個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到底係點樣幫到你嘅下一步，以及俾你睇下你自己適唔適合去加入。呢個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係有4大好處。第一就係可以省卻你好多嘅時間，第二就係可以幫到你加快咁樣做出成績，第三就係你可以及時咁樣收到我嘅最新資訊，而
第四咧就係，當你喺投資交易呢條路上面遇到有問題嘅時候，喺每一個星期我哋嘅定期直播裏邊，你都可以直接問我，咁我係會直接解答會員嘅問題，從而幫到你去補足一啲你投資上嘅盲點，或者係你仲未學得到位嘅交易技巧。嗱，咁接下落嚟咧，我俾你睇下咧就係，當你係參加咗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時候，你係會得到啲咩嘅資源同埋幫助。嗱，當你參加咗之後咧，你就可以登入我哋嘅會員系統裏邊。咁第一咧就係你會收到我嘅每周選股情報。嗱，咁呢個每周選股情報咧，我係會俾你見到咧就係嚟緊個星期我核心關注緊啲咩嘅股票。咁你都知道每一日係會睇幾百隻股票啦。咁呢份情報咧就係我係會按照我嘅選股原則嚟到精挑細選出一啲即將浮現機會嘅股票。咁並且咧呢啲嘅股票亦都會有我嘅附注點評，例如話個策略係點樣做啦，我觀察到啲乜嘢啦，同埋係我留意到啲咩嘅亮點等等。咁通過呢份嘅選股情報咧，就可以慳咗你好多獨立研究嘅時間。有可能你而家仲係有一份工，或者你嘅個人事務係令到你好少時間，甚至冇乜時間去研究股票。咁呢個選股情報咧，我可以直接俾你見到我成個禮拜嘅總結。我用咗成個禮拜嘅時間去睇咗咁多隻股票，同埋研究咗咁多隻股票之後，我到底有啲咩嘅發現，同埋有啲咩嘅總結，然之後直接話俾你聽。等你唔使因為得好少時間研究，甚至乎係冇時間研究股票，令到你係錯失咗機會。呢一份情報亦都係假設我喺冇股票嘅情況之下，如果入邊嘅股票係出現咗機會，我亦都係會去買入。所以通過呢份情報我所揀出嚟嘅股票咧，你亦都可以係深化學習，去學到我喺真實操作嘅時候，我係點樣實際應用嘅。咁呢個就係每周選股情報所帶俾你嘅幫助。嗱，咁除此之外咧，你亦都會收到我嘅每周股市分析。嗱，咁喺呢個每周股市分析裏邊咧，我係會話俾你聽，我而家係點樣睇個市，未來一個星期嗰個操作方向又係點樣樣。咁等你知道我未來嘅操作策略係點樣做，從而都帶到俾你有清晰度，同埋一個明確嘅方向。咁呢個就係每周股市分析帶俾你嘅幫助。唔單止係咁樣，如果市場係有啲咩突發情況嘅話，並且我認為嗰啲嘅突發情況係同你有關嘅話咧，我亦都會喺即時突發信息嗰度咧係第一時間通知你。嗱，咁你可以見到咧就係喺呢個即時突發信息裏邊咧，你係唔單止係可以收到一啲及時嘅資訊啦，對市場有一個更加大嘅清晰度啦，並且咧你都可以由我點樣回應，點樣應對呢啲嘅突發情況，從而係更加具體咁學習到咧我喺真實操作上面嘅思維啦，同埋做法係點樣做嘅。咁呢個好處咧就係，就算呢一刻你未做到全職投資同埋交易，你可能平時係需要工作或者要做你自己嘅事務，如果遇到一啲同你有關嘅突發事情，你都可以盡快咁樣得知，並且係知道應對嘅方案應該點樣做嘅。咁呢個就係你喺我嘅即時突發信息裏邊所收到嘅幫助。咁另外咧，如果你喺投資交易上面係遇到有問題嘅話咧，我亦都會喺每周直播裏邊咧係解答會員嘅問題。咁所以你係可以得到我嘅指導，並且喺每周直播裏邊，你亦都係可以通過我解答其他會員嘅問題，喺別人嘅問題當中咧係學到更加多嘢。例如話揀咗隻股票出嚟，有冇啲咩嘢係睇漏咗呢？咁你就可以通過我嘅解答，去俾你見到喺實際應用過程當中，我係點樣睇嗰啲股票，中間係咩細節位，以及俾你更加直接咁見到咧，我係點樣諗嘅。咁就算可能你嗰個星期咧係參與唔到個直播都好啦，你亦都係可以事後咁樣睇翻個 video。咁我哋直播完之後咧，就會將啲 video 咧係擺翻上嚟噶啦。嗱，咁喺直播裏邊咧，我都係有分析嘅部分，並且亦都係有解答你哋嘅股票問題嘅部分。咁每個星期嘅直播大概就係1個鐘頭。咁呢個每周直播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可能你有啲嘅投資盲點，你自己係睇唔到嘅。或者喺你真實操作嘅時候，你犯咗啲嘅錯誤，咁喺通過我解答你嘅問題，或者我解答其他會員嘅問題，可能會直接指出你哋嘅盲點，然之後等你喺真實操作裏邊係學到更加多嘅嘢。有可能嗰個投資陷阱或者投資盲點係其他人遇到，而你亦都有可能係冇諗過，有可能將來你都會犯同樣嘅錯誤。咁就係通過呢啲直播嘅互動裏邊咧，你係可以提早學到，從而幫到你加快做出成績，以及去補足一啲你未學習到位嘅技巧。嗱，咁呢個 Master Your Trade 1年會費嘅正價咧就係2988蚊美金，平均就係249蚊美金一個月。咁由於你係已經完成咗 TTT 21日嘅 training，並且如果你係想持續進修嘅話，咁我今日亦都係會俾一個畢業生持續進修嘅優惠，等你可以加入 Master Your Trade Membership Program。咁如果你係想把握呢個機會嘅話，你係只需以1798蚊美金就可以獲得 MIT 1年嘅會籍，平均嚟計每一個月就係150蚊美金一個月。而呢個優惠咧係會隨時結束嘅，一旦 MIT 會員人數過多嘅話，我就會暫停呢個會員計劃嘅申請，以確保現有嘅會員係得到最高質素嘅資訊。所以如果你係想加快做到成績，並且係得到我嘅持續指導嘅話，唔好嘥咗呢個機會佢。你會見到下邊有一條 link， 撳入去你就可以了解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更加多嘅資訊，以及係可以即刻報名申請。好啦，今日我哋就到呢一度，我喺呢度衷心祝福你喺股票投資呢條路上面做到長期穩定超級獲利，早日達到你嘅夢想。拜拜。